嚟嚕，呢一場嘅最後5集。咩啊？你對全部做慈善啊！覺得我打嘅每一張都係有道理嘅喎，點解全部飛晒去人哋啲碰嗰度嘅？我啲對呢？好，皇天不負有心份，叫個胡先。我唔出啊！死人！要啊！哇塞塞，驚喜7條！呢個牌其實可以即拖即到，我真係冇諗到咯。因為8索我插對，9索我又碰咗。落嘅爸爸，你知道我為什麼看着你嗎？四個爸爸補不過來啊！下一邊都唔搞錯。不過我感覺大執咯，真的有點貴，它真的有點貴的，但挺好吃，是啊。叫胡啦，對碰加3、6索7筒。還是老師吃點預製菜嘛。有冇搞錯？西北都貴啊，你有去咩？最老貴了，我覺得。我也沒吃過，沒穿的插牌，根本他們300牌都貴。竟然係摸到最撩撚嗰隻牌，其他都碰唔出。我係7份嘅，第3鋪。對家呢度雖然摸咗牌，但係唔應該對輸家過多要求，所以我冇出聲。睇上家呢隻8萬欲打又止嘅衰樣，但係我覺得佢未叫胡，所以我直接補咗隻7萬。我哋睇佢篤出嚟又唔打個樣，但係我覺得佢未叫胡嗌佢。OK，咁我就叫胡啦，對碰加卡7索，7索下家碰咗啊！佢同對家都係嗰種唔鍾意補槓嘅人，所以呢一鋪我直接將隻8板當隻7索塞喺嗰度啦。Yes， 唉，絕張都冇買。速度，全部點讚，節奏呢個大馬，我係9份嘅，第幾多鋪啦？有咁啱得咁巧，9索啱啱摸成對就有得碰，叫2個6-9。
9同字幕位6份嘅，睇時長應該係最後一鋪啦。叫屋2.5同價卡8萬。啊？怎麼有人富裕到2筒能猜對打？咁我快啲碰啦，有一點不是很上牌。我剪視頻先發覺上家冇報過30，太慫啦。OK，咁我哋魔鬼字幕係7份嘅，係咁先，係見，拜拜。